拜拜。走吧。哎，我要买东西。我已经跟你说过，我待会儿有事的。哎呦，水果还没上啊！我不吃了嘛。哎呦，那你就这样子走了，多没礼貌。妈咪，你真的觉得我跟那个女生合适吗？很好啊，娶老婆就是要娶这样子的。你看她屁股大大的，很会生呢。哎，如果在家里哦，又会做家事，有什么不好？屁股大的。妈咪，你有没有想过，我已经够闷了，你找一个比我更闷的人进来，你不怕被闷坏吗？我求求你，让我自己找女朋友好不好？我很怀疑你的眼光有问题啊！你就找那种不三不四的。哎，你看，像这种的满街都是，我怎么会放心呐？大树哥，是你，好巧哦！你在这里做什么？我来这里买东西啊！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我来这边吃饭。来，我帮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妈妈。伯母你好。你好。哇，伯母好年轻哦。哪有？太棒了，在这边遇到你，那我就不用过去载你了，我们直接从这边出发吧。妈咪，那我就先跟他走了哈。啊，对，你说有事就是跟他约啊？嗯。那我要怎么跟他们说啊？就跟他们讲，我肚子疼，先回家。早点回来。妈咪，如果你再帮我乱介绍，我就一直的跟这个女生约会。你敢？我先出门了，妈咪，拜拜。拜拜。走吧。哎，我要买东西，我还没逛完呢。海哥，上次那个外拍的钱可以先回给我吗？请稍后。因为我最近有点缺。好。啊，海哥，不好意思，我插播，那我们下次再联系哦。好，拜拜。喂。本单完成，请取出您的存折。好，我知道了，谢谢姑姑。如果再多2个人就好了。哎，你在去哪里啊？我要去打工。打工？现在几点了？这么晚去打什么工啊？就是24小时的书店啊。我们家什么时候需要你去赚钱打工了？爸比，你说的没有错啊，家里的钱都是你在赚，并不是我的。现在我想要靠我自己赚自己的钱。我告诉你哦，你不要去赚钱给人家男人花用啊！给我一点出息啊！不要丢我们皇家的脸。这跟他无关好不好？我都已经快20岁了，班上同学都有打工经验，就只有我没有。我不想要这样一辈子被保护着。我希望你会答应我。你为什么会这么倔强呢？因为我是你女儿啊。好啦，你不要担心，我会好好保护自己，不会太晚回来的。要小心点啊！好。然后再一次哦，5、
5, 6, 7, 8. 1, 2, 3, 4, 5, 6, and 7, 8. 1, 2, 3, 4, 5, and 6, 7, and 8. 那你们试一次，我看 ，OK？ 5, 6, 7, 8. 1, 2, 3, 4, 5, 6, and 7, and 8. 1, 2，那个米娅，待会记得手伸直的地方都要伸直哦。好，再试一次看看。5, 6, 7, 8. 1, 2, 3, 4, 5, 6, 7, and 8. 1, 2, 3, 4, 5, and 6, 7, and 8. 那个晚餐，待会记得我们下一次练习的时候，尽量跟上大家 ，OK？ 好。那休息5分钟，后面有水，休息一下。谢谢老师。老师，不好意思，我可以跟你合照一张吗？好啊，可以啊。谢谢。我也要。等一下，我也要拍，先嘛。好，那一个一个来好不好？一个一个来。那我先帮你拍个，帮我拍一张。那我先帮你们2个拍，下一个。好，换我了，我要自己来，甄选会开始。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Hello， 大家好，我叫 Ruby， 我叫 Sandy、Jenny、Andy。这样跳可以吗？他那个是出拳吗？我都想出拳了。这样我们什么时候才找得到人啊？不要抱怨，赶快继续啦。是下一位啦。下一位。你男朋友知道你来这里应征吗？他当然不知道啊。那你还来？先来看看啦，有选上再说喽。哇，我的跳舞老师真的是又帅又很会跳哎，觉得好开心哦。小爱先走，拜拜，拜拜，小心哦。你怎么还不走啊？没有啊，我在上传刚刚我们拍的合照，顺便标签你。标签？你不要闹好不好？我女朋友看到会生气啊。哎呦，又没什么大不了的。怎么删啊？老师，你紧张的样子好可爱啊！你先别烦，跟我讲怎么删啊？哎呦，没关系。什么没关系？好了。先给我。我们可不可以改天再选啊？我快累死了。明天就休 day 嘞，你今天没选到，你明天要开天窗哦。快一点啊！下一位。叫到你了。谢谢。大家好，我是盼盼。可是我觉得好像蛮可爱的。你觉得嘞？不错啊，说话又可爱。你入选了。